台东县5当前起的处理喷的处理厂，在2019年无通过验收，嘛甲厂商解约咯。也毋过有管议员是发现讲，当初起处理厂的预算3400多万，厂商嘛已经领走2600多万咯。管议员就讲哦，之前的粪扫焚化厂，县政府嘛是搁开要20亿，甲焚化厂买转来，这个喷的处理厂敢会搁共款呢？台东县一间处理喷的工厂已经起5年啊，不过内底设备伫3年前试运转了后，因为验收无合格，就甲厂商结束合约。有关机关发现讲，当初县府开3400多万来起，停止契约了后，厂商竟然已经甲2600多万领去，刷了下即间无法度使用喷的处理厂，这可能会搁甲台东县开19亿6千万买转来粪扫焚化厂的代志共款。我会担忧的说，未来使用已经经过好几年了。那边的机器、那边的设备会不会再像胡诺楼一样，再重新的换过？台东县环保局表示，付予厂商的钱是以合约验收有过的项目，若无合格，是主要设备喷的处理槽，厂商阁无法度改善，才会结束契约。经过厂商提出民事纠纷的调解，环保局赔付800多万的尾款，而且阁会甲厂商加领的400多万甲讨转来。我们现在已经给付出去的部分，事实上是将来都可以运用的。包括建筑物、厂房的设备啊，这一些都是将来可以运用的，所以没有这个浪费公帑的这个情形。不过，台东县每日工会产生20多吨厝内甲事业用的喷，这会要安怎处理呢？环保局讲，旧的处理厂已经更新设备，要是会当处理每日工产生的喷。若新的迄间要安怎处理？环保局讲会要求厂商伫今年6月，甲无合格设备拆掉，甲厂区先互管府了后。继续办理喷的处理槽招标采购，就会当来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